大家好，又係我陽光仔。今集帶大家嚟到星月居，業主非常聰明，喺翻新屋企嘅同時，順便揾我哋進行鋁窗維修，解決窗台滲水問題。可以見到窗鉸、多點鎖都有生鏽氧化情況，好在業主及早發現進行維修，避免有跌窗嘅風險。跟住係防漏工程部分，陽光維修你即管放心，我哋連夾口位嘅細緻地方都會做好防漏。工程完成。